要發聲社，我係 Jackie。我係 Cady 啊，到咗屬雞嘅朋友啦，喺今年運程都好好㗎，吉星比較多，有利於運氣，有福星、福德星同埋天業貴人星助陣，喺今年嘅運氣特別好，亦都貴人特別多，就算遇到問題，都有呢幾粒星去幫助同埋化解嘅。財運方面就要小心啲金錢糾紛、意外嘅破財，但整體嚟講財運都唔錯。健康方面啊，因為今年火重嘅關係，要注意下呼吸嘅毛病同埋筋骨嘅問題。事業方面，今年工作運非常好，有天業貴人、太陰星同埋紅鸞星幫助下，工作層面大，人脈廣闊，有貴人扶持。感情方面，有一粒紅鸞星嘅幫助下，桃花旺盛。單身嘅人士容易識到新嘅對象。如果你係男性，有一粒太陰星幫助下，多女性照顧你。拍緊拖嘅就容易今年拉埋天窗，因為紅鸞星動啊。屬雞嘅朋友今年就要注意9月份